2026年7月13日每日靈修，學習主的話語，有智慧解決問題。610徒勞無功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心中有智慧，必稱為通達人；嘴中的甜言，加增人的學問。人有智慧，就有生命的泉源。箴言16章21至22節上。小故事：從前有一個頭腦簡單的靈小子，在家裏熬蜜糖。這時有一個長輩到他家中拜訪，靈小子見到了這位久未謀面的長輩，內心想着：我正在熬蜜糖，應該弄一碗好好招待這位長輩。於是他為了想盡快冷卻糖水，就用一把扇子拼命扇鍋裏的蜜糖水。長輩在一旁看見了，就對靈小子說：你為什麼不先熄滅鍋子下面的爐火，只是在鍋上扇個不停？這樣怎能使糖水冷卻下來呢？默想，我們是不是有時候行事也是如此徒勞無功？真正的問題不解決，只看到表面，到頭來還是一事無成。在安靜中思想一下你目前生活中的問題，找出最基本的問題所在，是否有些事情必須從根源解決？禱告：親愛的天父，你說敬畏你就是智慧的開端，認識你就是聰明。感謝你，我們要做個聰明有智慧的人，因為在我們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和挑戰太多了，我們需要你幫助我們如何處理和解決這些難題，讓我們有智慧找出問題的根源，也有能力去應對和解決。感謝你是我們的依靠，也賜給我們平安喜樂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